安南病院骨科许维杰医生指出，这位33岁热爱运动的傅先生，在半当前被诊断出右膝前十字韧带断裂、合并外侧半月板破裂。透过朋友的介绍来求诊柯医师，经过诊断评估，患者接受微创膝关节镜、前十字韧带重建、甲半月板缝合手术治疗。术后这期复健半冬，现在已经会当回到篮球场拍球，让傅先生甲伊的朋友拢非常的欢喜。33岁的那个傅先生，对，然后他大概半年前的时候是那个运动伤害，造成膝盖有肿胀不舒服的情形，这样，对，那他一开始先去诊所就医。对，然后后来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是我上网找一些资料，然后来到我们安南医院骨科的那个运动伤害的门诊。那我们经过一些检查之后，发现到他是那个十字韧带的，怀疑是十字韧带的问题。对，那我们就进一步帮他排那个核磁共振的检查。那后来在核磁共振的检查，确实也发现到前十字韧带是有断裂的情形，那合并有半月板的损伤。那跟傅先生讨论之后，发现到他是一个喜欢热爱运动的一个年轻人。那在有十字韧带损伤，那合并半月板的一个破损的情形之下，那如果想要再回去运动场上做一些比较激烈需要碰撞的运动，那原则上还是会建议是以手术为主。那手术之前会有几个部分必须跟病患做讨论跟说明的。那我们也在门诊的部分。然后跟他讲说手术部分怎么做进行，那跟后续怎么做复健。那后来手术就顺利结束完成。那我们也跟傅先生讨论说，他如果要回去打篮球的话，那他必须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训练。那后来就是在他的努力跟整个医疗团队的合作之下，那我们傅先生就顺利在半年之后就可以回去运动场做打篮球，他最热爱的一个运动。柯医生表示，前十字韧带断裂是一个会当好的疾病，只要有正确术前诊断甲评估、精准的手术以及经验，加上术后积极努力的复健，大多数的患者拢当继续运动。但不是所有前十字韧带断裂拢有需要手术治疗，建议有相关疑问，拢会赶到安南病院运动伤害特别门诊，甲医生讨论甲沟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